继续来看，这件是发生伫南投的埔里，一个40岁的查某人到金仔店，鸡仔要买金破链，趁这个头家无注意，想要偷摕金仔，互头家看破来报警。这个查人随冲出去金仔店，开车要来绕跑，结果是互头家甲过来热心的民众甲砸掉咧。有人举德哥甲喊车，有人甲拍开车门，要来控制伊的行道路。警察一个赶到场，马上甲藏起来。三个查甫人冲出来，将这个轿车围掉咧。这个驾驶又唔停车，其中一个举德哥将这个玻璃卡破去，了，煞来佫继续卡车身钣金。另外一个治安全部的民众入进前，拍算要将这个驾驶座车门拍开了，控制这个驾驶盘，抑过驾驶悠远想要走。油门站落加速驶进前，警察赶到现场冲进前，将这个锁匙甲拔起来，并且将驾驶拖出车外压制在地，警察冒着伤。在与他拉扯之间，我是整个压上去的，趁机手有去拿到钥匙，把钥匙扳掉，让引擎熄火，车辆才停下来。着伤员经忍痛将这个40岁姓吴的轿车女驾驶甲掠起来。伊是台中人，去南投的玻璃的金仔店，甲头家讲要看金破链，一摆看几啊条，趁头家无注意的时，将一条价值12万的金破链共摕去。他说我朋友来领钱来了啊，他就出去超过20秒，我叫我公公说你出去看看他去哪里，结果出去的时候就没看到人。姓吴嫌犯得手了后，过2天又搁想要用同款的步数偷摕其他的金仔店，互人看破卡手，头家报警，并且找进了一间受害的生理人。大家做伙甲围起来，过程中砸车、卡车，真惊险。最后成功将嫌犯甲掠起来，警方嘛将嫌犯依照妨害公务、窃盗等罪嫌上办。